今年3月，宜兰有一只流浪猫仔去互车搞死，驾驶的态度煞是真歹，想要直接做伊走，落尾阁留一支假电话。民众都去动物防疫所甲检举，防疫所即阵是依照动保法，甲这个驾驶罚15000块，另外阁加3点钟的动保演习。这是宜兰第一例因为教死动物互开罚单案件。一台车驶入行内，速度正紧，佮故意靠路边，教驶伫路边休困的流浪猫仔，女驾驶互人查落来，告知煞一直要离开，佮留假电话号码。求小者平常时就伫行内底，为这流浪猫绑起来分袂生，甲人用用存，想要到姓林的女驾驶教死猫仔，毋但无悔意，态度佮无好。求小者提证据，佮去动物防疫所。第一个是我们认为说他在行驶的过程里面，他没有减速，而且是刻意开向路边。再来证人，叫你停下来，跟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态度是完全让人没办法接受。动物部防疫所照违反动保法罚1.5万，加3点钟动保讲习课，正做宜兰路杀动物开发第一例。不过这案件举证过程无简单，检举人走15座公部门甲200病院才换来迟来建议，伊呼吁公部门要加强动保意识，熟悉相关法令，若无都要有专门的部门来处理案例。那还是要呼吁民众说，如果在路上看到动物受伤或者撞到动物的话，还是要尊重生命，那停车下来看或者通报我们防疫所来处理。动物部防疫所表示，因为依然是第一例开发，审查过程要严谨，除了考虑行为人涉犯动保法过失伤害致动物死亡以外，也参照行为了后态度，呼吁民众若无适宜告上动物，第一时间爱停车查看通知动防所、警方等待相关单位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